正常。专家有理会的，讲咱出来钓鱼的人。来，到本节目调整阮的题目，过五关饼奖金上侪35000，请哥你早登去哦。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哦。好，我这边先来，阮是上好的歌声。哎呦是啥物是上好的歌声？阮队长的歌声足好的，来来，俊逸队长。欢迎谢谢阿嘉雄哥，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来啦，正言我发啦，片啦。哎呦，是啦你来看，哎呦，炸这个不会人呀会嘅，互人迄个耳啊有新的声音。哎，而且这是台语的哦。是我的头一张台语的创作的专辑，哦哟，家己创作的。家己创作的。哦，会写歌较想也无简单无简呢，单，真正。全部内面的歌拢你家己写。我家己写的。是啊，你的内面的字嘛是。我今仔搁有炸我的帮手来，哦，等下到家手的人。讲台语我会晓讲，是啊若看台语我唔捌字，所以我今仔有炸一个。一定爱找一个迄落啊队友来就对啊啦，上好的一年嘛，嘿，希望大家拢是逐年拢是上好的一年。从今仔开始，逐年拢是上好。无唔对，无身体健康平安。对，阿姊，我头拄想讲是赌神呢，赌神拢会背影吗？无，我爱讲这背影，就是因为我家己校长兼讲者，哦，家己做统筹，啊，家己做制作，家己写歌，啊，搁爱家唱。来，咱介绍咱队友。大家好，我是读台语系吴温。乌温还是温温？乌温哦，温啊。哦，台语系啦台语系，所以讲你对内面写的拢是咱台语的正字。差不多，拢是台语的我正。这个专辑所有的歌，是。伊是头一个听的。哦。等下咱通啊欣赏。是哩。是，欢迎。好，来一个扫入去。我是俊逸的同事，来当东叔，我叫 Ramen， 叫罗马个话较好记啊。哦，罗马。罗马。哦，对啦，因为爱翻起来就好啊。罗马是你是的同事。台湾的同事。欢迎你哦。好，来一个扫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苏良。苏良啊。苏良。看这个汉草。应该是爱现一下，互大家偏方一下。哇，你也看，对啊，游泳教练呢，收水的教练呢。哎，听讲过世界冠军哦。哎，欢迎。今日甲奖金摕到等，我来个扫入去，来星星。青青，对，我是伊的经纪人。哦，经纪人，经纪人，是，吼，好来，即马介绍换恁啦哦。是，恁这边一个比一个较热。对啊。敢若星星较亲切呢。无，罗马跟差不多。嘿。啊，阮另外这边，阮更较亲切，而且因即马是上时行，外口拢上接看会到的。哦。嘿，因即马的主题就是。芭比的世界，欢迎咱队长杨凯涵呐！哦，凯涵你好，芭比嗨 Ken， 肯尼啊，嘿，买了没？咱的肯尼，嘿，哦，恁四个拢芭比，嗨 Ken， 好，你也看一个电影影响偌大，全世界呢。好，虽然讲阮是塑胶的，阿里讲啊，但是阮的实力跟阮的感情拢唔是塑胶做的哦，是哦，嘿，拢是有烧到的啦，是。其实我嘛足久无来啊，顶届来的时阵我有摕到奖金。哦，赞！其实我本身伫咧做广播，伫咧放歌的时阵，我常常讲啊，国家的强，放歌的强，今仔日摕奖金嘛，赶快会真香哦。哦，赞！后来介绍你的队友。系这嘛是广播主持人啊，嘛是咱的桃园、台北、新竹拢会当听得到的电台。你来家己介绍一下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佩伟，我是广播电台主持人。好，欢迎你呢。好，佩伟来，换你。嗨，我是这个嘛是同款电台主持人，我叫洪坤。对，啊，不过我家己除了是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以外，我家己嘛是一个小提琴的老师。哦，对，来啊恁。哦。对，啊，今仔这小提琴较特别的，就是讲今日带来遮就是用小提琴来讲台语啊。哦。所以等下你若是要有答案的时阵，嘛是安尼吗？朋友诶。哦，安尼我来考虑一下。你讲迄音呢？对。如果若是讲哦，专家有智慧，啊你。哦，当场安尼，专家有智慧。对，好，换你，这支有够长，赶快啊！好，欢迎你，好来，搁扫入去。
大家好，我是王者，但是我唔是广播主持人，我也咧读大学。哦，也咧读大学。我是伊的阿姨啦。啊，即摆唔是流行讲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系啊，但是伊只乖，伊今仔日叫我姐姐啦。哦，啊，你有想要甲姐姐同齐？主持电台无？我的爸爸跟妈妈嘛是主持人。哦，因爸爸的一鸣老师啊，王一鸣王老师嘿，真厉害，你妈妈嘛介高追。啊，一鸣哥哥是我的师傅，阮阿兄啦，所以我是伊的阿姨。阿姨。啊，所以讲今日爸爸派你来就对啊。啊对啊，伊录广播。是，欢迎你哦，今日个奖金摕到得，好来，佮晒你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焕菜，欢迎你啊，欢迎你哦！今日个奖金摕到得，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啊，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上好的歌声年年听，上水的芭比日日水。哎呦，歌声甲芭比拢有啊啦！好，真正哦，要甲拼落去啊！今日咱的第一回合主竞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。哎呦，今日大家做伙听，哈哈。是要安怎听咧？咱这回合吼，我会出题目，互恁来要中啊，迄字是啥物？啊，迄字会使甲另外4个字斗起来，拢是一个完整的词啦，吼。啊，拢总3题。3题啊，分数。分数上悬得到咱的奖金5000块，加油！第一回合就5000啊哦。好，咱先甲基础拍好，加油！就免惊以后的迄落啊奖金嘛哦。好，好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咯，会记得哦，字写完再来当试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头、什么喙、什么韵、什么腮咧？哦，头、喙、韵、腮，中到底什么字？来这边吗？出头。出头。这样出头真多。哦。嘿，啊有一寡话讲袂出嘴，我听你讲。啊，讲出来了呢，你就出韵啊。哎呦。啊，继续唱落你就出腮啊。哎呦，真牛啊！这人真牛。哎呀。我来问看老师啊，你对唔对哦？对，正确。哎，好来有分数。终于得了1分哦。来面应该真侪意思，唔知影，咱请老师来解说啊哈。来，老师。好，第一个出头哈，像俊逸遮好听的声出头来唱台语歌是台语的福气哈。是。啊，对面广播安尼出嘴来传播台语嘛是台语的福气。是。啊，刷了迄个出腮的出韵，就是讲命韵会变较好哈。所以讲囡仔大汉啊出韵啊，咱台语嘛要出韵佮出头听啊。啊，佮来迄个出腮就是讲学久了后，你就会出腮3年4个月，你就会当出腮啊。啊，毋过拄则有一个。出头甲这个出头无啥共，就是咱这个是出头天，也是讲出面去做代志，吼啊。另外迄个你是咧变这啥物出头，迄个是戏出的出，嘿啊，因为足成的啊无共字，是爱注意一个，是这意思爱注意。啊，毋过字写对正确，是嘿，真高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拢了解哦，吼，来，咱后一题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人？什么讲？什么天？什么心呢？哦，人讲天心，中到底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今日试哦，写完哦。来这边，芭比的。咱这好人会甲好人斗阵。哦。啊，讲话啊，好好啊讲。啊，今仔日是好天，啊，有咱每一个人拢爱有好心。哦，讲到真好哦。我来问老师对唔对哦？老师伊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，分数先。小飞得了1分哦，袂歹。好，咱来听老师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好啊，之前吼，其实中迄个问号，我感觉你买当肯歹，好的歹人。这边就写歹呢，这边写歹。啊，所以毋过因唱较紧。是啊。所以好歹嘛是当藏在内底吼，啊，咱好人一般就是大家爱做好嘛吼，啊好讲就是会当来慢慢啊落去瞧一个安尼吼，啊好心这拢足明显的，啊毋过迄个心咱大家爱甲伊合
纯，哈，较讲较水就对啊，哈，好心。佮刷了迄个是好天，哈，好天就准好来年的好天，所以这日若又好又歹，拢是对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好哦。白手啊，手较紧的，手较紧的，写较紧的哦。好，后一个哦，来，上诶，咱请出题。什么风，什么炸，什么米，什么抽咧？哦，轰炸米抽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开始写哦，紧嘞。小紧紧。好，来这边上会歌声。透风的时阵，咱就爱就是爱注意身体。啊，透早起来的时阵，咱就爱洗嘴。啊，透暝拢无困，精神会无好，啊，所以爱食透抽来补钱。哦，是不是安尼咧？食透抽会再补钱。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加分。来分数。终于得了第2分咯。咱请老师来解说哦，来老师。好，因为讲了足好哈。其实内底有一个透抽哈，是大家拢感觉迄个拢共型，啊，毋过透抽、小光啊，个目杂啊，吼，个鱿鱼，迄拢无啥共。大家当去教育部商用书店顶管拢有图，吼。啊，另外这是伊是透明啊，是伊嘛是当念做透明，吼啊，所以咱就是有当时文白音嘛，是当做伙伫书店内底去学着。是，哦好，谢谢老师。三题拢无困难呐。对啊，大家拢有够紧的啊。了解，基础先拍好上重要。好，进来看咱的分数，看上好的歌声。得到2分。啊，那咱芭比咧，毛1分哦，袂歹哦。啊，咱这5000块的奖金都已经咧，爱互2分的上好的歌声。好，进来咱的第2回合，抢答定歌机。抢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抢答定歌机，台语望看卖。哦，要望内面的物件吗？是的。足恐怖的呢，咱这分数安怎算？咱这回合有5题。5题。望到上侪物件，佮讲会出来，迄边就得到奖金1万块。奖金是袂少啦，但物件真恐怖啦。有影，我即马看一个，哎呦，你惊啥？星星。黏黏的，黏黏的，即有当时啊黏哦。哎呦，啊有当时会有水。系啦，伊这物件会出水，啊有当时会黏。对啊，啊等下吼，恁摸着了吼，家己的感觉讲出来，会当摸。好，好来，咱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来开始啊！哎呦，拢无得惊。你感觉是啥？定定的，啊有当时啊有水，有当时啊无水，水龙头，水龙头，水倒头，水龙头，无定就是哦。好，老师是毋是水龙头？逐工洗手的时阵，拢会共拍开使用，但是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咧？请望，来，慢慢来，对较温柔，较温柔哎呦，拢无得惊。来，你感觉是啥？透抽，水龙嘛，啊够水啊，水龙头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搁讲一解。水龙头，水龙头，水龙头，干嘛呢？无定就是哦。好，好，我来问老师哦。好，老师是毋是水龙头？袂使。音啦，我刚才音。阿伟啊，来，阿伟。好，我嘛是感觉定定的，啊有当时啊有水，有当时啊无水。是。哦，所以大家拢捌嘛，拢知。啊，这物件叫什么？水龙头。水龙头。水龙头。水倒头。哦。你要选一个，哦，水倒头好。水倒头，来，老师，水倒头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有弟弟的1分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教老师哦，来，老师。
好，花语吼叫做水龙头嘛，毋过中迄个零会当念做龙，啊，毋过这拢毋是花语话直接翻译吼，而且会引起误会，因为零头听起来咱可能嘿，迄落嘿，无介好听。对，所以咱正确的讲法，咱是希望讲水道头，水道头，因为水道就是迄个你会当落水嘛吼，啊，过来就是会当转来转去，所以咱嘛叫做水泉呐，水泉呐，水道头、水泉呐拢会使。对，这就是水道头。吼，好，来，不要紧，1分啊，咱个加油，1万块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我要来问一下，白龙船呢，你上惊啥？惊会烧的。伊会烧。伊若一直顶当久就会烧啦。对，是。啊，那咱这边的海涵，看，你惊啥？黏黏羞羞。啊，你嘛是黏查某人拢惊共款这种的黏黏的。不过今日咱无遐尼啊沾啉嘛。这个应该较袂啦，这个会烧啦。会烧。准备好啊，来啊！你莫假是讲你喊炒好，我就让你哦。哎呦，呛呛！即嘛心内想的就是白龙船尔啦，伊袂想遐济啦。好，你看，闭手啦，衫就脱落来哦。好，准备好啊！来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慢慢，我哇！摕到，但是望的，安尼有危险。一点仔都无手下留情呢，望会出来无？哎呦，一人望一边。哦，好来，你讲啥？音响。啊？音响。喇叭。哦。你讲喇叭。哦，确定哦。老师，喇叭对唔对？唔对。平均型啦。来。开下。冰哦，电火灯一个灯。哦 ，light。哦，用英文来啊 ，light。国际化。灯哦，老师灯对唔对？唔是。来，恁个帮者，温柔较温柔的。哦，啊，这要提示无？好，你知影提示？哦，迄个边边的物件，唔是要来发光的，是要翕物件。对，平常时啊，咱拢会看到。伊唔是发光的，伊是要甲物件。我知影。讲我是啥？袂晓讲，吸尘器。哦，你讲你去要落啊，垃圾吸尘器。车用的迄款。哦，车用的迄落啊，吸尘器就对啊。咱伊进前的一个老师，罗光信老师讲叫做电动扫帚啊。电动扫帚，是不是？好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世代车用迄种电动扫帚？唔是。开行。镜头。卡梅拉。嘿。敢若镜头。就敢若卡梅拉呢啊。嘿。好，来老师镜头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分数。得到第2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，这到底是安怎讲哦？是不是大家拢会误会伊是喇叭？对啊。嘿，来，其实拢就成的啦。是啊，伊一般咱就是叫做迄个监视器，啊，咱台语会当啊叫做监视器。监视。嘿，啊，迄个监就是迄个监护人的监嘛，吼。啊，毋过因为伊若像一蕊目睭咧看你做啥物代志，所以咱会搁甲叫做电眼。哦，电眼。啊，毋过咱伫迄个路面，毋是有一寡足侪迄个咧甲咱翕有超速还是啥物嘿吼？其实一般因的司机拢讲镜头，也是讲可尼卡，啊是讲嘿卡梅拉。所以我感觉卡梅拉拄则讲镜头是会使接受的。哦，谢谢老师，你甲看。果然做广播，甲迄个司机大哥较有咧讲话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伊拢伫个坐船嘛。嘿，白船，白龙船，嘿，你白龙船。我用的较细粒啦。哦，你的镜头较细粒对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这边搁加油好不？咱一定要开市哦，咱若掉3题，咱就赢哦。好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其实今日题目吼，咱定人拢伫看，不过咱拢唔真侪拢唔知影哪讲。我拄则看这吼，你嘛应该拢最想要看吼。我来讲，最想要看，就歹讲。对。
啊，毋过你定下你看到。但是先甲恁讲者，这物件会好啊，会好。咱查甫人上惊查某好。哎呦，你即马是咧把妹哦？你即马是你迄落啊撩妹哦？无，因为比方是伫电台，哎，总是爱讲一寡话安慰大家，啊，甲大家教讲要安怎拍七啊之类的。哎，即马电台真正拢流行。安尼你紧嘞，对咱的观众小介绍一下，你是倒一台？哎，我是这个南部这个港都电台，啊，伫高雄、台南、屏东拢听得到安尼。是。拜一到拜五透早几点？6点到9点，陪伴大家上班上课的。哎，不过我甲你讲，真侪朋友啊，拢足想要看电台主持人，因为看袂到。有影。哈，所以讲你要讲得清楚，大家就知你是谁。对啦，不过我伫电台平常讲国语啊，今仔来遮讲台语。无，人听到听众听到会讲哦，你讲台语是好听的。是。好来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台语帮看麦，请帮。温柔。莫收大力，那知影就吃，啊好，来，拢摸过嘛吼。泡纸，等伊讲。泡纸。好哦，来哦。老师，泡纸对唔对？泡纸叫字面翻哦，会使啊。哦。老师看到帅哥啊啦，来分数。哎，无甲台湾的老开，恭喜得了1分咯。因为有的物件跟咱真正有影较少去看到，啊，问老师就知影。对。好，来，老师。伊的华语叫做泡纸哈，啊，咱这个泡这个拢总有4种音哦。第一个是泡茶的泡，第二是水泡，哈，啊，第三就是迄个食物件食起来口感泡安尼吼，就是松泡。刷了就是球，啊，内底有一款物件，譬如讲电火泡啊，所以这个的音是第8条泡。好，啊，你这个泡纸咱直接甲翻译，所以变第4条，叫做泡纸，所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。另外，咱较台语化的讲法吼，希望较莫用华语落去翻吼，所以咱会当甲讲做是迄个球形的嘛吼，所以就是泡纸。啊，刷了，因为伊内底有空气，咧包装较袂弄歹去，所以咱会当甲讲伊是气泡纸。好，所以这3种讲法拢会使，多谢。了紧，咱搁加油哦！加油，谢谢。咱这边1分啊开啊哦，加油，来，换人。哦，我拄好看到这物件呢，不过这个物件对身体真好呢。对身体好。对身体好。啊，伊用的方式正确就好啦。不过大家拢惊迄种想哦，会真正想啊。这就想的哦。啊，搁会念想安尼。好佳哉，毋是头拄迄2个查某囡仔来摸。对，较温柔的哦。好，来准备好啊哦，目睭看头前，来台语摸看卖，请摸。哎呦，知影就紧来试，哎呦，王家来，王家是本名。对，真的，这是我的名。哦。我感觉是啥物？我感觉是苏龟。苏龟。嘿，这是食的。食的。是无唔对，是通啊食。哦。苏龟。对。好，我问老师哦。好，老师是咪苏龟？苏龟是啥？对啊。苏瓜的台语唔是苏龟，是啊。这是种。我感觉应该是。你会使继续摸。山药吧，日本蚵仔吧。日本蚵仔。哦。袂歹哦。有人讲，其实听时段是讲日本蚵仔。日本蚵仔。好，要紧，我问老师哦。来，老师，山药日本蚵仔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了第2分哦。老师来介绍，就是讲伊是照字面是山药，毋过咱希望莫安尼讲啊，所以一般咱咧讲是讲条旗，因为伊就是规条安尼啊，所以有人家当做迄个旗嘛，啊嘛有人讲做蚵仔迄款的吼，啊而且即个白色的这是真正为日本来的，吼，所以咱讲日本蚵仔、日本条旗拢是会使。啊，毋过条旗毋是干那日本来尔，咱台湾在地嘛有种啊，
食起来口感无啥共吼。啊，当甲这物件甲拍打了后做着汉药的处理，伊就叫做淮山嘿，所以拢总有足侪名的啊。这个日本蚵啊，我感觉这个讲法是会使的，是嘿，好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，这对身体真好哦。对啊。生食嘛，真正有影有心情哦。我来讲，阮节目足用心的啦。对，我都跳足，嘿。安尼你知吼，王姐？嘿，足困难没？足困难袂啦，哪会困难？对啊。后一个我都唔知会困难啊，袂困难啊。哦，即马你比你平手啊。系啊，哦，金刺激啊，哦，今日来换人。哎，拄则迄啊，吼，拄则咱的迄落淮山，淮山，吼，所以讲爱较温柔的，是，因为拄啊准日有讲到，就是真正有影阮讲的，就是安尼想啊的感觉，哎呦，嘿，啊，而且我拄啊有偷看一个吼，老妈，你惊啥？我惊猫，惊猫，这猫哟，哦，足猫的哦，这，嘿，这有够猫哦，嘿，啊那这边的迄落饭菜。你惊啥？惊巴肚枵。莫怪生到这路，惊枵就一直食。惊枵哦，这是我嘛唔知会当食袂当食咧。这袂食的。啊，袂食哩哦。因为迄有研究，囡仔吼，有人囡仔食爱食，食到尾整界变黄色的。啊！我有找到新闻，啊，佮有相片，外国足侪。真正的哦，吼，有料哦，啊，足恐怖的。好来，准备好啊，咱目睭看头前。好，台语摸看卖，请摸。哎呦，我鬼我捧去啊！你拄啊摇是啥？我刚摸到伊的手尔。哦，手足咩？我以为是手啊，歹势啊。足香的，足香的。饭菜。起锅。起锅，确定。来，老师起锅对唔对？这题拼输赢，倒一队会当提走1万块的奖金嘞。请摸。哎呦，我鬼我捧去啊！饭菜，哎呦，啥货？来饭菜。起锅。起锅，确定。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起锅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来分数。就一定要第3分哦。好来，咱请老师解释。好啊，因为这个歌的物件伫咱迄个台语内底，吼，伊就是譬如讲，卖个歌啦，吼，啊，搁有你咧打的这款吊歌啦，吼，这拢会当用，吼，二杯歌嘛是，啊，毋过有一项咧讲的是爱较细致的，就是迄个碗歌，因为碗歌有的人家误会讲叫做碗粿，其实毋是，伊是晒放出来。安那一个歌啊，所以是晒的意思，吼，所以平常时讲这句话是哎，这是虾米碗歌，这是虾米晒的意思，大家爱较细致的，唔是碗粿，绝对唔是碗粿，嘛袂当用这讲咩啦，对，嘛袂当咩，对，讲这是虾米代志，还是虾米会拢会使。谢谢老师，批歌啦，批歌啦，是咧逐工拢用会到的啦，是，你拄啊摇是啥？我刚摸到伊的手尔。哦，因为手足咩？我以为是手啊。足香的，足香的。咱来甲遮个好朋友讲一下吼，真正咱入去了温柔，放喺遐就好，安尼摸就好啊。嘿，来，咱请回，咱看分数。来，先看阮这边上好的歌声。今嘛得着2分咯。嘿，啊那咱爸比咧？今嘛有3分咯。哦，所以今得着这单元的1万块啦。哦，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支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个回合哦，就敢3个答案 A、B、C， 吼，啊，咱这分数吼，其实就是偌济。好，咱这回合的奖金有2万块。2万块，哈，好，来，准备好啊，出题啊哦。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
菜若是用沙的，代表伊是安怎料理的 ？A 用细拍火看煮 ，B 伊就是用水放在外口过水加热用吹的 ，C 用水煮好熟，但是无调味。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嘿，来，紧个哦，嘿，一定要团结哦。用沙的啦，用沙的哦。迄字就是沙啦。嘿，会记是沙的哦，好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咱请示答案，我看。哦，这边就是已经个风险不贵啊吼 ，A，C，吼，来，恁感觉是，你是感觉是用水煮过，无味。哦，啊 A 是拢风险的吼，是拢较无把握。其实有把握啦，啊，拄啊开始录之前，因甲我讲爱甲分开。甲恁迄惊，甲恁恐吓。我叫这做台湾恐吓。啊，咱都好人，你知影，就乖囡仔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好，不要紧，无定就是 C 哦。吼，嘛无定就是 A 哦。啊，那这边真团结，拢是 C，才有把握。拢无听这种单位的话。开汉。小hen，梭哈。安尼哦，恁拢无听这种单位的话哦。变大度的啦。对。变大度的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C， 恭喜来这边有3条命，这边5条拢留落来，来麻烦哇，先休困一下哦，吼，先休困一下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用水无调味，可能互无调味迄3字骗去啊。其实真咱伫外口食迄个沙菜，有当时弄甲你南瓜肉色，吼，啊，毋过其实迄个进前的动作鼓起来，迄个叫做沙。嘿，啊，所以是爱以头前迄个为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袂歹啊，这嘛是够3条命哦，啊，这5条哦。好，来，佮继续落去哦。好，来，麻烦甲试者，后一题。咱佮开始哦。好，来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真侪风台，若是政府宣布要放迄落风台假，头家吼企业头家爱付员工偌济薪水咧 ？A 唔免付薪水。B 爱付半薪 ，C 爱付全薪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哦，来。有咧上班的。对，风台的时阵哦。这前一阵仔才放尔。无唔对，到底是 A 唔免付薪水，还是讲爱付半薪？嘿，还是讲全薪呢？来哦。简单啦，有食头。4、3、2、1。来，咱请示答案。食头路应该拢知啦。哦，哎呦，有啦，甲风险拢甲分开啊吼。CAA 吼，来 ACAAA。哦。好，我来问者，你感觉是 A？ 以劳基法来讲，应该唔免付薪水是会当的。是。啊，毋过一般像咧看头家甲员工的感情。好，来这边嘛是。哦。捌听过这新闻无？有吼。嘿，啊，之前嘛是，但是嘛是有朋友讲放假照常有薪水领，我是感觉会可能爱 update 一下哦。是。无啦，因为做公布吼，做公布我觉得唔捌放过台风台假。为什么？风台愈大，咱愈爱去。对啊。伊爱陪伴听众啊。但是迄新闻咱嘛是爱对对啦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2条命，这边4条命。好，来麻烦请C，嘿，休困一下哈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大家足厉害吼！根据咱天然灾害什么停止上班上课这个作业办法内底吼，是规范公家单位、学校的单位，所以一般公司是在头家啦吼。啊，不过咱台湾大部分拢是真有人情味啦，应该是安全较重要啊，所以这个所在就是唔免付薪水，啊看头家安尼。真刺激哦！哦，是美丽啊哦！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夜讲行入狗下收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惊袂着顶 ，B. 以毒攻毒
C 自吹死路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哦，这应该捌听过吧？嘿啊，今日狗下收啦。嘿啊。哇，真正呀。今呀。日狗下收，哎呦。哦。到底是啥？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是答案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这边是 CC， 这边是 CBCC。哦。你感觉是自吹死路？因为行入去狗下收内底拢是狗遐，啊伊迄路搁遮细条。啊，夜工若行入去狗下收，伊就无路通出去啊。所以就自吹死路啊。听伊的讲法，应该是行唔知路。行唔知路。是行唔知路。是。好，来，我这边我要来问者，来，洪坤，你选的。无，因为我感觉两个拢介歹啊。是。啊，行入去绝对是小台小搭。所以选这个比先选分散一个风险的。嘛对嘛对，有道理。啊，若是你嘛是共款自吹死咯。因为我感觉伊都力气都出袂，无法度出来呀，所以应该就是自吹死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2条命留咧，这边麻烦。好，牙缸是这个内底上毒的嘛吼，一般咱细汉若看到，有当时拢惊咧困，搁惊互迄牙缸撞鼻孔安尼吼。啊，毋过伊入去狗遐收内底，其实狗遐团结就是力量，所以因可能就是甲夹咧，伊根本是稳死无活的。吼，所以你搁较厉害的人，毋过你找毋到方向，行毋到所在，你就是牙缸走入去狗遐收内底，稳死的，啊，就是自吹死路安尼。嘿，谢谢老师。哇，3比2哦，刺激！好来，愈来愈刺激哦。来，麻烦是后一题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古早台湾有一个原住民的王国，号做大肚王国，差一点嘛就打败郑成功啊！恁敢知影伊伫咧即卖倒位咧 ？A. 台中 ，B. 云林 ，C. 屏东，因为台中有一个所在叫大肚啊。大肚溪，应该敢会有遮简单吗？啊，所以就分一个是 C。这个单位无讲啦。有当时啊，伊心肝咧想啥，咱唔知。你是有听过？啊，是有台中人。阮行高速公路，拢有看到大肚这个牌啊。系啊。嘿，啊，佮台中有关系。大肚王国伫倒位？你敢知影？讲过转来，报你知哦。好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大肚王国。嘿。这题目咱以前有出过哦，差不多甲这王国有关系啦。是，到底是台中，还是云林，还是屏东呢？加油加油哦！嘿，了解，分散风险。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是答案。风险有分开哦，啊，不过这边呢，敢若拢唔知哦，敢若拢同款哦。来，你的风险，你的是 A。嘿，因为台中有一个所在叫大肚啊。大肚溪。大肚溪，所以就应该敢会有遮简单吗？啊，所以就分一个是 C。这个单位无讲啦。有当时啊，伊心肝咧想啥，咱唔知。伊的情绪咧，系啊，所以讲阮北龙船的唔知叫伊迄落啊去屏东，对无？你是有听过？啊，是有台中人。因为咱大学的教授有讲过这个故事，所以咱确定是台中。老师讲过。阮行高速公路，拢有看到大肚这个牌啊。系啊。嘿，啊，佮台中有关系。确定，阮真确定。正确的答案是。拄啊讲话拢真济，但是唔知影到底是对还唔对，嘿，等听老师讲就好。这个大肚
伫个中部嘛，所以要药是真好药啦吼。啊，毋过是安怎形成？就是中部遐的迄个平埔族，因等于是一个复仇者联名，毋是去复仇，就是讲因遐的部落，甲所有的部落规个甲做一个联名啊，所以足厉害的吼啊，就叫做大肚王国。啊，伊的范围就是差不多鹿港到桃园吼啊。即马就差不多伫个大肚溪的迄个流域遐内底，吼啊，所以咱就甲叫做大肚王国，吼啊，因为迄个所在，差不多是即马台中啊、彰化，吼啊有小可安尼刷来刷去，嘿，所以伫台中迄个所在为准。来，咱即马要看分数，是足残忍的，一定爱。免怎？比赛来，咱先看咱上好的歌声这边，是即马有一条命嘛。对，就是奖金偌济？队长，伊即卖奖金是5000块啦。好，啊那咱巴比这边呢？巴丁即卖有3条命哦，3条命。3条命。所以因即卖吼得到这回合的奖金2000块，哎2万块。2万块。啊，差起哩，都是3万咯。所以讲，咱即摆就开始来去咱的俗语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一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俗语我来排，全家抢奖金。哦，恁即摆奖金偌济？因即摆奖金有3万块啦，乡亲啊！3万块有几秒？哦，3万块会使换30秒，安尼是毋是无够咧？绝对无够的啊！因为一开始算来靠票数啊，对，所以佫送因30秒变60秒，好不？60秒真有机会，他个3万块摕回去哦。是啊，是啊。是，其实因即摆真紧张哦。系啊。好来，刺激。开始，来，气死人安怎？无伤。哦，正确，来，老人唔讲古，什么？少年安那？老人唔讲古，少年唔捌宝。啊对啦，正确，来，问啊好，什么？土埋蛋。问啊好安怎？锣鼓，哎，唔是锣鼓，好正确，紧来。大鸡安怎？慢提，啊，过来，做什么？贴本。公斤，啊，正确哦。好，大家应该有听过哦，气死验无伤，因为一般你若死亡若病症，可能有当时会消散落吧。啊，过来就是你若互抬死还是互没死，可能拢个验有伤嘛。啊，毋过你气死是你家己内底咧受气，所以完全验袂出伤痕。好，所以这句话有当时是咧考劝人讲吼。你莫去听你的迄款气啦吼，也是讲你着莫受气啊安尼啦吼。啊，第二句老人唔讲古，少年唔捌宝，就是讲老人你若无甲过去你做过的一寡经验智慧讲出来吼，啊，这少年的你若无去珍惜吼，这少年恁着唔捌一寡迄个代志安尼吼，你特别当得到宝贵的经验。啊，第三句是问啊好。落句土嘛会淡，吼，即有当时问啊好，也是咪咪啊好，拢会当讲吼。啊，第咱啊马嘛有一步踢啦，一支草一点路，你只要愿意落去拍拼，吼啊。迄边卡徛久就是你的吼，你鼓励人爱拍拼。过来就是迄个大鸡慢蹄，就是讲咱的鸡啊有土鸡啊嘛，啊，佮有一种是肉鸡，啊，迄款肉鸡尤其是迄个鸡公吼，伊可能伊为着要生肉，所以伊可能其他毋管是伊的智慧还是伊的声喉，者拢较慢吼，所以一般的若总讲饲的鸡啊是迄个，这是就开始叫啊，毋过即个大鸡。
伊就是虽然较大只，毋过足慢体格，所以咱这所在是讲大器晚成。过来迄个是做公亲贴本，咱的公亲有一句真有名，叫做公亲变事主。吼，你本来是要去甲人敲好，讲两方双方卖冤家安尼，毋过结果全部代志拢变你的吼。因为安尼伊要去甲人敲，也无得到啥物，搁有当时搁爱一寡车费，也是爱送一寡礼物啥，所以伊其实是贴本的，吼，就是讲家己的本钱都无去啊，搁爱搁贴寡钱安尼吼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大家拢了解啊吼。有人有听唔捌的无？应该拢了解啦吼。对，即马应该想的应该拢是奖金哦。对。来看者，即马奖金偌济？因阁剩21秒，所以奖金有21000块啦！恭喜哦！好，咱即马来去颁奖，颁奖！恭喜得到21000块哦！赞！安尼真歹势哦，阮同学去遐拍歌拍歌会使啦吼，几台，尽量3台，逐工放。我会讲，我全台湾朋友足济，逐工听了垃圾哦，若拢无听到我的歌，恁就知死。唱声，刚叫24点钟轮班来听，做你来。今日因21000，吼，奖金21000啦，人因赚到啊，了紧咱遮赚到啥？咱赚到宣传，这比21000搁较好。咱赚到上好的一年。无唔对，咱上好的一年好啊，甲大家介绍者。拄好听到佫有演唱会，咱无讲到啦，咱一定爱去重要的时间讲一下。来，上好的一年呢，除了有这个专辑以外呢，今年的9月30日拜六暗时7点半，在新庄的 ZEP New Taipei， 我上好的一年宣会演唱会。会记得去甲阮买票哦。是。吼，去甲阮欣赏哦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，罗拉辛苦了。我买奉上给学生听。哦，谢谢老师，9月30日记哩哦，全家有你位。咱大家吼斗阵拼台语，大家拢互你足欢喜谢谢哦，再会哦，爱听歌哦。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再过来，谢谢欣欣，谢谢。我的青春的代志，就予时间点点美伫无声的虚伪，飞出香味，不时也会搁想起，当时浅浅的甜蜜，记忆无远。藏伫一张旧相片，彼时同齐看过花蕊，看暗水，轻花一年，咱的缘分像目一年，斗阵的伴，最后不是你。一年是上好的一年，春夏秋冬顺风顺水，欢喜喜。离开你这多年，风雨过目出强，接线来的人，颔棍无你的香味，红色的月光。俗情照面窗，我怀念咱彼时阵心温的人。
要困。